来，市长，你知道这边是哪里？这北流啊。北流。那市长，你知道我们的北流盖在什么用地上面吗？不知道。台北市流行音乐中心目前是盖在公园用地上面，市长还记得吗？知道。美和市的弊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，当时台北市捷运局用机关用地的名义征收，但是却拿来盖豪宅，是吗？市长，你觉得这有违反公平正义的问题吗？对。是，没错。那目前台北市有没有也有这样子的状况？但是好像在大法官会议出现以后，全部都挡住了。应该都挡住了吗？好，来，市长，你知道这边是哪里？这北流啊。北流。那市长，你知道我们的北流盖在什么用地上面吗？不知道。来，下一张。台北市流行音乐中心目前是盖在公园用地上面。我们北流这么大的建筑体是盖在公园上面。当时市政府用重划的名义来跟这边的地主说，我们这边要进行重划，这边未来会做公园来做规划。那因为呢，如果是用做公园的规划的话，地主要相对的来分摊这个公共建设，所以基本上不用付任何一毛，市府不用付任何一毛钱。但是我们却在公园上面做什么？我们却在公园上面盖流行音乐中心。市长，这里原本我们要做的是公园欸。市长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现在才知道。好，北部流行音乐中心是这样，我来告诉你。来，下一张，南流，这是高雄的，现在改名叫做这个高流高雄音乐中心，他们的土地使用分区是什么？他们的使用分区是特定文化休闲专用区啊，市长。有没有看到最下面第3点？有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北流会盖在公园用地上面？市长，我们美和市、台北市政府已经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弊案了，为什么我们在北流这么重大的建设上面，却又同样的事情一再的发生呢？市长，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？我来的时候已经在盖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了。这我来讲一下。市长，所以你不知道我们的北流是盖在公园用地上面吗？不知道。都市计划公园用地依照多目标使用办法是可以做平面跟立体的使用。市长，我跟你讲，当时来，我先问一个问题：北流会不会营业？会不会赚钱？会不会营业？会不会赚钱？就是它是不是商业用途嘛？它一定有收费的。对嘛？所以那豪宅呢？豪宅同样的也是卖给别人，建商赚钱，钱赚走了，对不对？豪宅是。来，市长，我跟你讲，这两个这个案子异曲同工之妙，就是台北市政府要准备规划用地的时候，都用其他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，跟当地的地主谈。台北市民在这样子一个没有受到信赖原则保护的之下，大家怎么知道今天我市政府来跟我谈我的土地要怎么使用？结果市政府把原本要盖捷运的用地拿去盖豪宅，把原本要做公园规划的拿去盖流行音乐中心。我原本以为我的土地会是很大的绿地，有很多游乐设施，小朋友可以来享受，结果是拿来盖北流。市长，你觉得这样符合公平正义吗？